Hi，大家好，我係 Cinespot 動映地帶嘅影評人 Kantorates，今日咧有同大家去主持呢一個新片速睇嘅節目啦。嗱，咁呢個節目咧每個禮拜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咧即將會喺香港上映嘅新片啊，包括講下呢啲戲嘅故事大綱啊，有啲台前幕後啲咩睇頭啊咁樣，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咧喺入場前有一個觀影嘅參考。嗱，咁今個禮拜咧都會同上個禮拜一樣啊，都係會介紹4部戲嘅。咁啊，當中有中文電影啦，亦都有西片，咁啊都有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咁啊，如果大家即係中意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就記得咧就多啲 like 同埋 share 你啲片啦，又或者去訂閱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嘅成長咧，其實都好依靠大家嘅支持嘅。嗱，咁首先我哋就講咗啲中文片先啦，始終即係香港觀眾都比較關注啊，有冇啲咩本土電影可以睇下？咁啊，當中咧就的確有一部港產片嘅，就係呢一個像我這樣的愛情啊。咁呢部戲咧就係由呢一個女導演譚慧晶去執導，咁啊演員咧就包括呢一個廖子妤、陳家樂、劉俊謙、袁澧林同埋楊琪咁嘅，咁啊都係一個幾豐富嘅卡士啦。咁啊呢部戲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社會議題啲嘅題材啦。咁就係講啊阿廖子妤飾演呢個角色阿妹咧，就天生患有呢個腦麻痹嘅疾病嘅。咁啊但係佢咧就個性都比較活潑同埋樂觀啲。咁啊本來嘅生活都係幾安穩嘅。咁啊但係咧就係佢媽媽咧就即係對佢有啲過度保護啦。咁就安排佢做呢一個子宮切除嘅手術啊。咁啊令到佢嘅生活咧就失去咗呢個平衡啊。咁啊後來咧即係呢個阿妹咧就即係經過朋友嘅推薦咧，就揾到一個專為殘疾人士提供性服務嘅自發組織，咁啊認識咗呢個陳家樂飾演嘅義工阿 Ken 啊，咁佢哋兩個嘅相遇咧，就當然就會發生咗一啲唔一樣嘅愛情啦。咁即係可能因為始終呢個故事係同呢個性服務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呢部戲咧就評定為3級嘅，咁啊所以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嗱，咁講翻呢部戲咧，即係個台前幕後卡士啦。咁其實呢部戲咧就由呢個資深導演啊關錦鵬去監製嘅。咁啊譚慧晶係邊一個咧？譚慧晶咧其實之前都有導過電影噶啦，就係之前佢早2年有一部戲咧就叫做呢一個以青春的名義，即係阿劉嘉玲同埋吳兆軒主演嗰部戲。咁啊當年咧就係由呢個劉嘉玲咧幫佢做監製嘅。咁譚慧晶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都可以算係一個才女啦，因為佢除咗做呢一個電影之外咧，亦都有寫小説嘅，出版過唔少作品。咁另外佢做呢個編劇咧，其實亦都有做過唔少嘅電影啦。咁啊當中咧比較得意嘅就係咧，雖然佢執到嘅2部戲咧都係呢個愛情片為主啦，咁但係佢編劇嘅作品咧，其實都係啲比較動作戲重啲嘅戲嚟嘅，就包括呢個掃毒啊、危城啊，同埋呢個湄公河行動。咁亦都攞過呢一個即係國內嘅百花獎嘅最佳編劇啦。咁你後來就由編劇過渡去做導演咧，就執到咗呢個以青春的名義。咁啊，當年呢部戲咧都攞到呢個亞太影展嘅最佳編劇提名嘅。咁啊，再之後咧，佢亦都幫呢個 ViuTV 啊拍過呢個電視劇《理想國》，就做呢個監製、編劇同埋執導嘅。咁亦都攞過一啲亞洲電視大獎嘅。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有前途嘅呢一個80後嘅一個創作人。嗱，咁睇翻呢一部戲啦，咁個卡士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啦。有而家已經成為新一代演技派代表嘅廖子妤啦。咁另外陳家樂亦都係一個幾有前途嘅一個男演員啦。咁啊，再加上佢啲配角啊，即係卡士啊，好似頭先講過啦，劉俊謙啊、袁澧林啊、楊琪啊，都係提名過金像獎啊，又或者係都係有啲演技保證嘅新一代嘅演員嚟嘅。咁所以咧，即係雖然呢部戲就冇一啲即係我哋以前睇慣嘅即係大卡士，即係票房保證啦。咁但係睇翻今次個卡士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令人期待啦。即係每位演員都係有一定嘅演藝實力啊。咁啊，再加上亦都係即係有唔少嘅觀眾緣啦，每一個人都咁，所以我哋都好期待睇到呢部戲係咪即係可以突破到導演前作嘅成績啦。咁啊，另外提一下啦，雖然呢部戲仲未上演啊，但係佢之前喺呢一個第38屆嘅東京國際電影節咧，亦都入圍過呢個女性賦權嘅單元嘅，同埋都喺今年嘅香港亞洲電影節做過首映啦。咁所以個質素咧應該都有啲保證嘅。咁啊，今年嘅港產片就買少見少啦，再加上之前好多部戲個票房成績啊，又或者嗰個表現啊，都未如理想嘅。咁啊，希望即係年底即係好似呢一部戲啊，或者之後再上戲咧，能夠帶俾大家一啲新嘅驚喜啦。嗱，咁講完即係一部港產片咧，又講另外一部國產片啦，就係呢一個不禁嘅狂野時代啊。咁係一部都幾奇幻嘅電影啦。咁呢個導演呢個名咧，不禁咧，其實係幾難讀嘅個禁字。咁啊，聽講呢個字咧，其實有幾個讀法嘅，一係就讀禁字，一係就讀公字。咁但係我睇翻佢嗰個普通話嗰個拼音咧，就係 B 間，所以應該咧就係讀禁字嘅。咁如果我講錯嘅話咧，就請大家即係如果有識之士咧，就請喺下邊咧就留言，即係指正翻啦。嗱，咁講翻部戲嘅主演啦，就有呢個易烊千璽啦、舒淇、趙又廷、
李庚希、黃國同埋陳永忠。咁啊部戲咧其實都有好大嘅來頭啦，包括喺今屆嘅第78屆嘅康城影展啊，作為一個主競賽電影參賽啦，更加係獲得呢個評審團嘅特別獎嘅。咁亦都係即係呢個不禁咧，其實都係可以話係即係呢個康城嘅寵兒啦。因為一睇翻佢嘅履歷咧，即係呢個80後嘅導演啊，即係同頭先阿譚慧清都一樣，都係80後出生嘅。咁更加係1989年啊，即係非常之後生嘅。咁呢個導演咧就係佢第一部電影啊，即係呢個路邊野餐咧，已經獲得好大嘅注目㗎啦。包括咧當年咧即係2015年嗰陣時咧，就攞咗呢個金馬獎嘅最佳新導演啦，亦都攞過呢個南特影展啊，同埋呢個盧卡諾影展嘅一啲獎項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受到注目嘅導演嚟嘅。咁佢之後第二部作品即係呢個地球最後的夜晚咧，亦都有為過呢個康城影展啊。咁啊今次亦都攞埋獎添啦。咁所以可以顯示到咧，即係呢部戲咧其實都有啲睇頭啊。嗱咁講翻呢部戲嘅劇情咧，其實都幾奇幻嘅，因為其實就睇翻個資料介紹就係話，即係其實係講一個怪物啊，就通過佢嘅體驗視覺啊、聽覺、味覺同埋嗅覺、觸覺呢個5種嘅感官啊，去穿越咗一個世紀嘅狂野幻夢啊。咁部戲咧就有即係分成6個章節去表現出嚟嘅。咁啊講呢隻怪物咧就經常係出沒喺呢個夢想滅絕嘅時代啊，即係當時人類已經有唔係再做夢嘅世界啦，所以就俾呢隻怪物嘅機會咧，就去潛入咗啲人嘅夢嘅幻覺裏邊啊。咁啊當中咧亦都牽涉咗一啲唔同人物嘅出現啦，即係好似頭先講過啊，有呢個舒淇啊、趙又廷嗰啲咁樣。咁我聽起嚟咧都幾奇幻嘅故事啦。咁如果睇翻之前佢嘅作品啊，包括呢個地球最後的夜晚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寫實裏邊咧有啲魔幻現實嘅戲啊。咁所以今次嘅戲季應該都係差唔多。咁未必係一部即係非常之容易啃得落嘅電影啊。咁尤其是佢嘅片長啊，即係達到160分鐘，差唔多去到3個鐘頭嘅時間。咁我諗大家都係要俾啲耐性去睇呢部戲啦。嗱，另外講翻少少演員啦，即係除咗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舒淇，即係最近佢都有呢個導演嘅作品推出啦。咁其實呢個男主角易烊千璽其實都好值得關注嘅，因為佢最近喺呢個即係金雞獎咧，亦都攞咗呢個影帝啊！即係憑呢部電影《小小的我》。咁佢嗰部戲咧，其實做一個腦癱嘅病人啊。咁講到腦癱就好似頭先我哋提呢個像我這樣的愛情一樣啦，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似啲傷殘嘅人士。咁但係佢演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呢部戲咧，我記得我哋今年即係做呢個華語電影評選咧，我都有揀咗佢係即係做頭5位嘅最佳演員、最佳男主角嘅。咁所以呢位演員咧係嘅演技係非常之值得去期待嘅。咁啊，至於呢部戲咧，我就建議大家咧，即係入場之前咧，其實可以重溫翻啊導演之前嘅2部作品啦，包括呢個路邊野餐同埋呢一個地球最後啲夜晚啦。咁啊，當中特別留意嘅就係導演其實都幾中意運用啲長鏡頭嘅。咁啊，聽講今次佢呢一部戲咧，其實都有玩到啲長鏡頭啦。當中好似話，即係都有一個鏡頭係長達30分鐘啊。咁所以佢都拍咗成大半個月嘅時間啊。因為佢每晚咧只能就拍一個 take，咁所以真係由即係夜晚啊拍到去日頭，即係太陽出嗰時啊。咁所以都係非常艱難嘅一個拍攝過程嚟嘅。咁啊，另外呢部戲咧，除咗入選康城之外咧，其實亦都入過呢個釜山電影節啦，同埋亦都即係喺釜山攞過呢一個藝術貢獻獎嘅。咁所以亦都可以話係一套即係影展型嘅電影啦。咁如果大家中意睇之前像我這樣的愛情咧，咁其實呢部都可以諗下嘅。嗱，咁講完2部華語片咧，其實之後2部咧都係西片嚟嘅。咁第一部咧就係呢個換乘真愛 Eternity。咁就係由呢一個大家都覺得好有信心保證嘅呢個 A24製作公司去出品啦。咁啊導演咧就係呢個大衛費恩啊。咁啊女主角咧就係呢個伊麗莎白奧遜，男主角就係米爾斯泰勒同埋哥倫杜納。嗱，咁個故事咧其實都幾別開生面嘅，都係一個所謂有少少奇幻題材嘅故事啦。就係講啊一對年老嘅夫婦啊，即係由呢一個米爾斯泰勒同埋呢個伊麗莎白奧遜主演嘅夫婦咧，就相伴多年。咁啊兩人先後離世啦。咁我哋去到呢個死後世界嘅永生交叉點，就即係好消息就係咧，佢哋可以恢復翻呢個青春靚樣啦。但係就必須喺7日之內咧，決定去邊度度過佢哋嘅永生啊。咁啊，本來即係呢一個米斯泰勒就覺得即係佢老婆肯定會跟埋佢一齊去度過呢個永生啦。但係點知即係佢呢個老婆嘅前夫啊，就突然間出現，即係佢老婆前夫都係已經死咗好多年啦。咁啊，突然間走翻出嚟，就話等咗佢老婆已經成世啦。咁啊，希望再喺呢個永生裏邊再續前緣啊。咁啊，導致咧，即係呢一個女主角伊麗莎白奧遜咧，必須喺呢2個男人之間咧，就選擇一個去過佢個永生啦。嗱，咁所以呢套戲咧，本質上就係一個愛情嘅故事啦。咁實際上咧，其實都有好多超現實嘅元素嘅。咁啊，當中講翻個台前幕後卡士先啦。咁啊，導演呢個大衛費恩咧，其實之前都拍過唔少嘅作品嘅。咁喺2017年就拍咗呢個第一部嘅劇情長片啦，就係呢個喪屍4分之3。咁啊，當年就由呢個 Elliot Page 去主演嘅。
咁曾經贏過呢個奇幻電影節嘅最佳恐怖電影啦。咁啊之後咧，亦都拍咗一個愛情喜劇《Dating Amber》，亦都攞咗唔少獎項嘅。咁所以今次咧就夾雜咗佢之前嘅特色啦，即係包括呢個奇幻嘅題材，亦都有啲愛情嘅元素啊。咁啊，所以都即係可以話開正佢嘅戲路啦。咁啊，至於男女主角就唔使講啦，女主角 Elizabeth Olsen 伊麗莎白奧遜，咁咧大家睇慣 Marvel 都知喺 Marvel 裏邊好受歡迎嘅紅女巫啊 Scarlet Witch 啦。咁其實佢之前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如果大家熟悉佢都知啦，其實呢個童星出身啦。咁啊成長之後咧，亦都演過好多唔同嘅戲嘅。即係佢演呢個紅女巫角色，其實都出現過喺唔少 Marvel 嘅電影啦，包括呢個美國隊長啊、復仇者聯盟啊、呢個奇異博士啊，甚至係以佢為主角嘅呢一個 WandaVision，即係呢個電視劇集啊咁樣，都係非常之令人難忘嘅。咁啊，其他比較重要嘅作品，即係如果我睇過的話咧，就包括佢係做過即係呢個美國版嘅《Old Boy》啦，即係由即係韓國經典電影改編嗰部，佢係做女主角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即係佢當時嘅演出咧，其實都好破格嘅。咁另外亦都有呢個《Wind River》啊，《風河谷謀殺案》同埋呢個電視劇集啊，呢個《Sorry for Your Loss》嘅。嗱，咁至於男主角咧，其實都大家可能都會記得嘅，即係雖然佢就唔係話太多戲，即係做男主角啦，咁但係佢有好幾部戲咧，其實都係即係非常之出位嘅，即係包括呢部喺奧斯卡攞咗唔少大獎嘅《Whiplash》啦，就係呢個鼓動真我啊，當時都好激動人心啦。咁另外咧，亦都拍過呢個《Divergent》呢個分歧者系列，同埋呢一個即係2015年版嘅《Fantastic Four》嘅。咁啊，再加上最近嘅近作，當然就係佢同 Tom Cruise 合作嗰部即係、就是、Top Gun Maverick 啦，呢個壯志凌雲獨行俠。咁喺裏邊做咗角色咧，雖然唔係主角，咁但係咧都令到即係佢嘅人氣同埋事業咧都衝上咗高峰啦。嗱，咁另外一個主角就可能大家就唔係太多認識啦，就係呢個即係英國嘅新星啊，哥倫杜納。咁其實佢係呢個模特兒出身嘅演員嚟嘅，咁後來先去拍戲嘅啫。咁啊，我諗佢比較為人熟悉嘅電影咧，就係即係早幾年嗰部《Fantastic Beasts》啊。即係嗰個怪獸系列啦，咁都拍過幾集嘅。咁另外咧，亦佢亦都睇呢個 Steven Spielberg 啊，即係史提芬史匹堡嘅劇集裏邊，即係呢個 Masters of the Air 做過一個角色嘅。咁其他好似做過啲 Green Room 啊，呢個 Assassin's Creed 啊，即係呢啲戲。咁啊，所以今次咧，即係主要就係呢個兩男一女嘅卡士啊。嗱，咁同埋呢部戲咧，喺今年9月咧已經喺呢個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度上映咗啦。咁亦都喺其他啲電影節度即係有個獎項嘅。咁啊，包括呢個男主角 Miles Teller 啦，就喺一啲比較小型嘅影展裏邊咧，就攞過一個傑出表演獎嘅。咁啊，到時大家要留意下佢嘅演技啦。咁啊，最後咧就講一部動畫啦，就係呢個優獸大都會2啊，《Zootopia 2》。咁呢部戲咧就係一個續集電影啦。第一集其實就喺呢個2016年度上映嘅。咁啊，今次事隔9年啊，再次出呢個續集。咁啊，故事咧就講呢個正義嘅兔仔女警朱迪同埋呢個狐狸古惑仔亞力咧，就發現咗一條神秘嘅大蛇啊，潛入咗呢個優獸市，咁啊搞到立立亂。咁啊，為咗查案咧，呢個朱迪同埋亞力咧又再次去拍檔化身臥底，深入呢個優獸市嘅全新地帶，咁啊揭發一場驚天嘅大陰謀。嗱，呢部咧雖然係事隔9年啦，咁但係都可以算係幕後都係同一個班底嘅，包括呢個導演 Byron Howard 都係再次執導啦。另外呢個上一集嘅編劇啊 Jared Bush 咧，就今次咧就升格就成為一個聯合導演。咁啊，當中嗰個配音嘅卡士亦都係非常之強大啦，包括呢個女主角 Jennifer Goodwin、呢個 Jason Bateman 啊、關繼威啊，仲有大家都好熟悉嘅法國影星啊，呢個常連奴啊、歌手啊 Shakira 啊嗰啲咁樣都非常之豐富啦。咁其實早喺即係2016年啊，即係第一集上映嗰時咧，佢哋已經係講過話係想即係拍呢個續集噶啦。咁但係直到去2023年啊，呢個迪士尼先博取話去俾佢哋去拍呢個續集嘅啫。嗱，咁跟住都花咗2年嘅時間去製作啦，所以到最近咧就終於去上映啦。咁啊，作為一個續集啊，當年就係會比第一集即係擴充唔少啦。所以今次咧，即係佢嗰個優獸大都會嗰個世界咧，就由原本啊只有呢個哺乳類動物咧，就增加到咧就加入咗好多唔同嘅生物啊，包括呢個鳥類啊，即係呢個爬蟲類啊，即係呢個兩棲動物啊，又或者啲海洋生物咁樣。所以成個世界係豐富咗唔少嘅。另外咧，亦都首次咗加入咗一種新嘅動物啊，就係一種喺澳洲西部啊獨有嘅夜行性動物，叫做短尾矮袋鼠。咁啊，亦都係呢種動物咧，首次喺大銀幕裏邊被動畫化嘅，咁亦都可以話係呢部戲嘅其中一個賣點。咁迪士尼今次我諗對呢部戲都有啲期望啦，安排喺呢一個11月尾嘅時間。咁呢個時間咧，對於香港觀眾嚟講，可能意義就唔係太大。咁但係喺美國咧，其實係呢個感恩節啊，即係呢個 weekend 其實都係一個 long weekend 啊，所謂一個長週末嘅假期啊。
咁所以佢哋即係安排呢個時間咧，我諗對呢部動畫咧，其實都有啲即係個票房都有啲期待嘅。咁甚至喺即係呢個美國咧就會有唔同嘅版本啦，即係包括呢一個 3D，即係唔使講啦，3D 版定有啦。另外亦都有呢個 IMAX 嘅版本嘅，咁所以都幾抌本嘅。咁但係香港我諗就唔會未必會大做呢一部戲啦。咁我睇翻資料咧就唔知會唔會有廣東話版，但係而家就睇資料就好似淨係得英文版啫。咁如果大家有一啲比較準確啲嘅資料咧，就請喺下邊留言，即係通知下大家啦。好，咁今個禮拜嘅四部戲都講完啦。咁如果喺呢四部戲入邊，咁當然唔使講啦，會支持啲中文片多啲。咁我咧就當然會比較想睇呢個《像我這樣的愛情》嘅，因為即係雖然個故事咧就未必係非常之吸引，咁但係咧即係我演員咧我就覺得係都係有啲期待嘅。咁啊包括啲主角啊廖子妤同埋陳家樂，又或者嗰幾位配角啊，即係劉俊謙啊，或者呢一個袁澧林啊嗰啲，都想睇下佢哋有啲咩發揮嘅。咁所以呢部戲咧，我會排喺即係期待嘅度嘅第一位啦。咁另外第二位就係呢一個不禁嘅狂野時代啦。咁雖然佢之前嗰兩部作品咧，其實我都有睇過嘅。咁但係好老實講啦，即係我唔算係佢嘅 fans 啦，即係嗰啲戲的確係唔容易咀嚼嘅。咁所以呢部戲咧，我會有興趣。咁大家160分鐘嘅片長咧，我諗入場前咧就的確要做啲心理準備啦。咁啊，第三部就會睇呢一個 Eternity 啊，換乘真愛啦。咁呢部戲咧就調翻轉，即係演員咧我就唔係特別期待，但係個題材咧我反而幾中意，想睇下呢類奇幻愛情故事有啲咩特別嘅發揮。咁啊，最後就係呢個優獸大都會2啦。咁大家如果睇慣我哋節目都知啦，對於啲迪士尼式再加上一啲即係3D、3D 效果嘅動畫咧，我哋就唔係特別中意嘅。我哋都係比較老土啲，中意啲平面啊 2D 以前睇慣嗰啲動畫。咁所以呢部咧我哋期待度就比較低。諗住又想花少少嘅時間，即係都講少少票房啦。諗大家有時選擇去入戲院睇戲咧，除咗留意呢個新片嘅介紹之外咧，亦都想睇下啲票房成績。我睇下邊部戲即係都買得下，咁啊再會揀嗰部戲嚟睇嘅。咁啊睇翻即係上個禮拜嚟講咧，其實頭5名嘅票房都係以西片為主啊。咁啊當中包括排第1嘅《非常道3》，排第2嘅《鐵血戰士盲方廝殺》，排第4嘅《出征特工隊》同埋第5嘅《逃亡遊戲》。咁啊第3咧就係呢個港產片《世外》嘅。咁睇翻呢部戲咧，其實都各有睇頭嘅。咁啊，當中呢個非常道3同埋鐵血戰士盲方廝殺咧，喺我哋之前嘅影評節目都有講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我哋點樣評價呢兩部戲咧，咁啊大家記得去睇翻我哋節目啦。咁另外呢個世外同埋出征特工隊咧，喺再之前嘅影評節目咧，亦都有提過嘅。咁啊，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哋中唔中意兩部戲咧，亦都要睇翻我哋之前幾集嘅節目。咁啊，逃亡遊戲咧，我哋之後呢個禮拜咧就會同大家補講翻嘅。咁啊，到時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嘅節目啦。嗱好，咁今個禮拜嘅戲就講完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節目咧，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呢片啦，又或者去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如果中意聲音節目嘅咧，就可以去呢個 Apple Podcast，又或者去 Spotify 揾到我哋嘅聲音節目。咁如果中意文字影評又或者新片介紹嘅咧，就喺呢個 Cinespot.com 電影網站裏邊去睇下我哋啲文章。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